秋，如果你想揀翻份禮物翻去送俾自己嘅長輩嘅話咧，可以直接揀營養一頭牛呢一款牛初乳粉中秋禮盒。牛初乳珍貴又有營養，冇額外嘅添加蔗糖，夠晒健康㗎。營養一頭牛牛初乳粉咧係取自於健康母牛分娩之後72個鐘之內嘅珍貴乳汁，全年嘅產奶量咧就係得1%嘅，即係滴滴都係精華。佢富含免疫球蛋白啦，同埋乳鐵蛋白。免疫球蛋白嘅含量咧係純牛奶嘅60倍，仲遠超國標嘅2倍添。其中每100克入邊咧就含有800毫克嘅天然乳鈣啦，同埋23克嘅蛋白，仲富含多種維生素啦，可以幫助我哋嘅身體去吸收營養嘅。每日只要2杯咧，就等同於食12個蘋果嘅維 C 啦，2斤櫻桃嘅維 A 啦，同埋800克乾樂嘅維 D 嘅。佢仲通過咗低 GI 認證，健康又好味。你話咁樣質量嘅牛初乳抵唔抵？